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我们一起来共读诗篇第86篇，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。诗篇第86篇，大笔的祈祷。上主啊，求你按耳孔听我应我，因为我困苦散赤。求你保存我的性命，因为我信靠你。我的上帝啊，你的罗卜我靠你，求你拯救我。主啊，求你怜悯我，因为我规日求救你。主啊，求你予你的罗卜心神欢喜，因为我仰望你，对你祈祷。主啊，你良善欢喜赦免。你使丰盛的慈爱，予所有求救你的人。上主啊，求你按耳孔听我的祈祷，按落听我恳求的声。我伫患难的日求救你，因为你回应我。主啊，这生命无半个会当甲你相比，因为所做嘛袂当甲你比。主啊，你所做的万邦，拢会来到你面前拍拜，因为荣耀你的名，因为你伟大。做奇妙的事，只有你是上帝。上主啊，求你将你的道路指示我，我要照你的真理来行。求你予我用专一的心敬畏你的名。主我的上帝啊，我要专心称赞你，我要永远荣耀你的名。你是了，予我的慈爱遐尼大。有救我的性命，免得阴府上深的所在。上帝啊，骄傲的人起来攻击我，规定强暴的人笑伤我的性命，因无将你放伫眼中。主啊，你是仁慈恩典的上帝，无快受气，阁有丰盛慈爱的信息。求你活过来看我，可怜我，将你的气力赐予你的奴仆，叫你女婢的囝。求你显示恩待我的证据，互怨恨我的人看到来见笑，因为上主，你有帮助我，安慰我。今天这首诗篇第86篇，标题有一个小字写大卫的祈祷。好，那这是诗篇第3卷当中唯一一首大卫的诗哦，就是在今天的86篇。好，那在第4卷当中呢，有2首大卫的诗。那第5卷比较多，有15首大卫的诗。那大卫的诗这一段呢，如果是跟大卫有关，我们可以从这大卫的背景，还有生平，还有旧约圣经当中来对照。这首诗呢，主要是在求上帝来恩待他，帮助他。好，那里面用了很多的求主，好来祷告，而且是以第一人称，好跟这个第二人称好的这样子对话式的祷告，好是非常的直接。好，那很有可能背景呢是在大卫他年老的时候，好他的儿子押沙龙叛变，那大卫逃难的时候被自己的儿子追杀时期所写下来一个祷告的诗篇。那这首诗篇好不长，只有17节，好，但是呢可以让我们看到一个困在患难当中的人，好像上帝好直接的一个祈祷和祈求啊。那么来看这首诗篇分为3段。第一段1到7节，是一个向主呼求，求什么呢？求上帝能够拯救他，能够拯救这些依靠上主的人。1到7节，耶和华，求你侧耳应允我，因我是困苦贫穷的，求你保住我的性命，因我是虔诚的人。我的神啊，求你拯救我这依靠你的仆人。主啊，求你怜悯我，因我终日求告你。主啊，求你使你的仆人心里欢喜，因为我的心仰望你。主啊，你本为良善，乐于饶恕人，以丰盛的慈爱对待凡求告你的人。耶和华啊，求你侧耳听我的祷告，留心听我恳求的声音。我在患难之日要求告你，因为你必应允我。那特别是第7节是很多人喜爱的经节啊。我在患难之日要求告你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必应允我。那在这一首诗篇当中呢，的特色就是整首诗充满了跟上帝直接的呼求。那有7次呢，说主啊主啊。那
特别像三四五节都有提到主啊主啊，整首诗总共有7次，然后呢，整首诗总共有10个求你，求你怜悯我，求你应允我，求你恩待我。好，那这都是在这首诗篇当中非常密集的部分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，啊、大卫他讲到自己是一个困苦贫穷，就是没有资源，那他甚至他的命在旦夕，有人在追杀，又是要或是要他的命，但是他只能够倚靠神，他讲自己是一个虔诚的人，是一个倚靠神的仆人，是一个求告主的人，是一个仰望主的人，是一个向主发出恳求声音的人呐。好，那他的重点就是他在患难之日，他所能够做的呢，就是来向神呼求，向神来祷告。好，他不断的向神呼求神的名啊，主啊，主啊。好，那接下来第8节到第13节，好，那啊、大卫提起上帝是无可比拟的神，没有人能够与他相比。而大卫也更希望能够更认识神，能够更加的赞美神。我们来看8到13节，主啊，诸神之中没有可与你相比的，你的作为也无以为比。主啊，你所造的万民都要来敬拜你，他们要荣耀你的名。因你本为大，且行奇妙的事，唯独你是神。耶和华啊，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，我要照你的真理而行。求你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，主我的神啊，我要一心称谢你，我要荣耀你的名直到永远。因为你的慈爱在我身上浩大，你救了我的性命，免入阴间的深处。好，那在第2段呢，好，也是一样，好，可以看见大卫依然呼求主啊，主啊，还有第12节的主耶和华，好，主我的神呐、好，所以他是不断的用这种祷告呼求的方式。那有时候这种呼求就是不晓得怎么样开口，好，没有办法用敬称的时候，就是直接从心里面来呼叫上帝。而这位上帝呢，是无人能相比，好，是一个创造万民来敬拜神，都要来荣耀神，而且这位神是啊、大能的神，行奇妙的事的神。那但是大卫除了认识神，好，他的大能作为，好，他更知道神有他的真理，好，所以第11节说：“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。”好，那这个道呢，好，也可以翻成道路，好，就是应该走的路。还有呢，就是要照你的真理而行。好，所以这里大卫也把它连接起来，要走在上帝的路，就是要先聆听上帝的话。所以有上帝的话，就有脚前的灯，有路上的光。而聆听上帝的话呢，好，11节就能够专心的敬畏你啊，好，来敬畏神的名，好，就不会以至于妄称神的名，或是轻看神的名，羞辱的神的名，好，才能够让上帝的慈爱好彰显，好，然后能够来荣耀神的名啊。所以在第2段当中，好，大卫他在逃难、困苦、贫穷，好，那甚至快要没有命的时刻，好，不断的呼求主啊，主啊，主啊，好，然后不断的求告神，因为他知道在患难之日，主要应允。而且呢，他在求告神的当中，他也想起神的作为，相信神的大能，知道除神以外别无拯救，因为神本为大，且行奇妙事。那他所需要的就是有神的真理，能够指教他所当行的路，也能够走在正确的道路上面，不要走偏了，或是因为困苦逃难，然后呢就走歪了，而是能够继续走在正路上面，最后是要能够来荣耀神的名。好，那他也知道神要救他的性命，免入阴间的深处啊。所以，大卫在这边，除了他为他的在地上的日子存活，也为他能够好在他的生命当中有上帝的同在，能够带领他。最后一段是从14节到17节，
好，那是讲到当他倚靠神的时候，就能够脱离这些骄傲的人他们的攻击。好，我们来看14到17，神啊，骄傲的人起来攻击我，又有一群强横的人寻索我的命，他们没有将你放在眼里。主啊，你是有怜悯、有恩惠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且有丰盛的慈爱和信实。求你转向我，怜悯我，将你的力量赐给仆人，拯救你使女的儿子。求你向我显出恩待我的凭据，求使恨我的人看见就羞愧，因为你耶和华帮助我，安慰了我。那最后这一段可以看到目前呢，要大卫命的人是谁呢？好，第一个是一群骄傲的人，好，就是狂傲；还是一群强横的人，好，就是凶残的暴徒。而这一群人的骄傲强横呢，好，因为都不把上帝放在眼里，更不会把上帝的话、上帝的道、上帝的真理，好来放在心里面，完全就是为非作歹，好随心所欲。好，但是呢，15节，好，这个是在出埃及记，好，摩西的宣告：主啊，你是有怜悯、有恩惠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和信实。所以，呃，摩西有这样的经历，大卫也这样的相信。好，那即便好，上帝啊，他看见很多的强横的人、骄傲的人，啊，但是呢，上帝啊，除了要管教这些人之外，好，上帝要彰显的是慈爱和恩惠，好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，诶，大卫他不是求上帝来消灭他的敌人，啊，他甚至在这里呢，好，来提到上帝的名，好，来纪念大卫的患难之外呢，好，也能够用慈爱、丰盛的慈爱和信实，好，能够来处理大卫眼前的问题。所以我们才会推测说呢，好，这个诗篇的背景很可能是大卫自己的儿子起来追杀他，好，大卫就陷在一个矛盾当中，他到底好要祷告求上帝好来消灭他的儿子，还是真的求上帝用他的慈爱怜悯、信实恩惠好来挽回他的儿子。好，所以昨天我们读的诗篇85篇第10节，好也说到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，公义与和平彼此相亲哦。好，要达到这样一个微妙的平衡是很不容易的。好，特别呢，当这个骄傲的人、强横的人、寻索他命的人，就是他自己亲生的儿子的时候呢，好，这真的是一个两难哦。好，但是呢，大卫也相信说，求你转向我，怜悯我，将力量赐给仆人，拯救你使女的儿子哦。好，所以这里不是指可能呢，好双关呢、好，使女的儿子，那不就指大卫自己吗？但是有可能指好他的自己的儿子。好，那他跟他的这个使女好所生的好这个儿子，而17节，求你向我显出恩待我的凭据，使恨我的人看见就羞愧，因为你耶和华帮助我，安慰了我。好，那所以大卫用这样子来结束，好，就是他的这个诗篇的祷告，相信上帝呢必定要与他同在，好，要彰显出公义、慈爱，还有信实和和平。好，那这首诗篇我们讲到有7个主啊，主啊，主啊，好，连续7次，然后有讲到10个求你，好，譬如说，好，第1节的求你侧耳听，好，然后第2节求你保住我的性命，求你拯救我，好，然后第3节求你怜悯我，好，第4节求你使仆人心里欢喜，第6节求你侧耳听，好，然后第11节求你将你的道好指教。啊，好，11节，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。然后还有求你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。好，然后16节，求你转向我，怜悯我。好，最后一节，求你向我显出恩待我的凭据。好，总共有10个求你啊。好，所以这都是大卫好他在困苦贫乏当中，但是他有对神很多的呼求，除了呼求主啊主啊主啊，好，那他也很
很切实的来把他所要求的事情告诉神。那还有很特别，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几个字，好，包括说大卫的第一人称我，好，是应允我、怜悯我，然后指教我，啊，仇敌攻击我，求你转向我，怜悯我，也求你恩待我，最后帮助我、安慰我。好，那他用很多的形容词来描绘好神跟他之间的关系，也是放在他的祷告当中。然后第二人称你呢，好，大卫怎么说呢？好让我可以依靠你、求告你、仰望你、求告你、敬拜你、荣耀你、唯独你、敬畏你、称谢你、荣耀你。好，那好，这些都是大卫跟上帝之间的关系。好，所以我们看见好，今天这首诗篇当中，大卫有非常丰富的情感。哦，那在他命在旦夕危急的时刻呢，但是大卫好，他以祷告好来寻求，即便这些骄傲的人、强横的人好来用不公义要索取大卫的命，好，但是大卫这时候感受到好，上帝看见他的爱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好所受的苦的时候呢，好，他真的还是于心不忍，好，也真的是希望好这些罪不要归在他儿子的身上，而是神能够用怜悯恩惠，不轻易发怒，用丰盛的慈爱和信实。好，那也帮我们透过这首诗篇，好，我们为自己的危急困难祷告之外，我们也要为那些攻击我们、逼迫我们的人祷告，好，甚至也要为我们的子女来祷告。好，那求上帝好与我们同在，让我们跟上帝的关系能够成为我们跟众人、跟这家人好、跟儿女之间关系的祝福。好，我们今天分享到这边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阿爸父神，好，感谢你，当我们遭遇困难的时候，我们仍然有路可走；当我们遭遇危急患难的时候，我们依然有神可以依靠。感谢你透过今天的诗篇教导我们像大卫一样，要学习向神呼求不是依靠势力，也不是依靠才能，唯有单单的依靠主。也让我们更加认识神是独一无二的真神，是无人能比的全能神，是值得我们称颂和赞美的。神的话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是可靠的，是我们在黑暗当中的光，指引我们生命的方向。也求神让我们将神的话记在心里，更使我们不要得罪你。也求神带领我们，当我们遭遇强横的人、骄傲的人包围攻击的时候，让我们能够紧紧的依靠你。也愿神显出你的怜悯恩惠，显出你丰盛的慈爱信实，让我们一生到老都能够见证上帝你所作所为是慈爱、诚实、公义与和平。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谢谢大家，愿神祝福大家平安。